中山買樓，房哥幫手。今日房哥嚟到中山嘅興中廣場，呢個位置咧，全部都係中山嘅老建築。呢個俾個鏡頭，全部都有100年歷史嘅興中步行街嚟嘅，全部已經開放咗啦，全部修繕完畢、翻新完畢噶啦。之前咧就殘殘舊舊嘅，環境咧就唔係非常之好。呢邊咧全部嘅商業街同埋酒店，仲有交通方便，全部都改善晒啦。呢個圈子酒店咧，全部係旗江河兩邊嘅，非常之靚仔，而且佢住一晚嘅價錢都唔平噶嚇。再嚟感受下旗江嘅特色嚇，就係呢邊咧，晚黑咧佢係一個集市嚟嘅，即係吃喝玩樂咧，全部都有齊嘅。日頭咧可能就冇咁突出咧，但係夜晚嘅燈光嘅加持之後咧，呢度係非常之靚嘅，特別係一河兩岸。旗江嘅夜景咧，唔係吹水噶啦，可以同廣州嘅珠江新城嚟 PK 嘅，都唔差嘅其實嚇。特別呢度咧非常之多情侶啊，包括養老噶，仲有本地嘅老街坊啊，晚黑都中意嚟呢度旗江嘅一河兩岸嚟休閒嘅，嚟步行下，享受下，感受下呢度人民嘅風化，係咪？仲有夜景帶嚟嘅舒適，非常之唔錯嘅。你睇下，其實旗江河嘅魅力啊，非常之多人中意嘅。呢個咧就係力高廣場啊，沉睡咗10幾年噶啦，澳門嘅發展商嚟嘅。呢個發展商咧，呢個項目咧起好到而家咧，一直咧都冇對外開放嘅。而家咧有準備對外開放，所以今日房哥咧先帶各位看官嚟感受下呢個周邊嘅環境，仲有旗江河嘅魅力。其實呢度晚黑啊，如果你親自嚟感受噶，你就會發現中山嘅文化、飲食文化啦，同埋休閒文化啦，跟住就係呢啲舒適嘅旅住文化啦。呢個位置咧就係中山嘅最早嘅國際酒店，過100年噶啦，而家咧就重新復活佢。跟住個鏡頭咧近距離再感受下旗江嘅夜景。其實中山咧嘅特色咧，旗江河嘅佔比咧係達到80%嘅。所有嘅外地人，包括我哋澳門嘅朋友啊，或者香港嘅朋友啊，嚟到中山，一定會嚟到富業廣場啦，仲有興中廣場啦、興中步行街啦，感受旗江夜景啦，一定會有呢個經歷嘅。全部係中山嘅老建築，嗰邊咧就係維也納酒店嚟噶啦，呢邊咧就圈子酒店，最早嘅國際嘅酒店同埋住宿嘅都喺呢度。呢條橋咧過100年噶啦，呢座橋啊，佢晚黑啊12點之後咧，佢會升起嚟噶啦，全部係有嗰啲船啊經過噶啦。晚黑呢度咧車係唔可以走噶啦，只可以人走。跟住咧嗰條橋咧就係人啊，我哋晚黑12點過後咧過橋嘅專用噶啦嚇，車咧要翻到嗰邊嘅博愛路，呢度直行落去咧就係富業廣場啦。富業廣場咧又係中山嘅100年歷史嚟噶啦，每個人嚟到中山一定會了解富業廣場嘅存在。因為呢度咧吃喝玩樂、衣食住行，簡直唔要太方便啦。呢度直行1公里左右，有中山市嘅中醫院、濕地公園，仲有旗江兩岸，呢啲唔使講啦，係咪？跟住咧商業街、步行街，全部冚唪唥喺門口都有齊嘅。特別呢個國際酒店要重複下，
上邊嘅旋轉餐廳8年歷史㗎啦，中山第一個旋轉餐廳啊，馬上可以重新去用翻佢啦。翻到主題，房哥咧今日同大家分享下呢度嘅示範單位，價錢咧仲未出嚟嘅，但係呢度一定賣嘅係一種情懷。你會唔會為呢個情懷去買單呢？吹風價12,000到15,000，佢嘅景觀啊相當之靚嘅。晚黑坐喺個陽台嗰度咧，可以近距離感受奇光嘅夜景，感受一河兩岸嘅特色，非常之舒服嘅。如果你對呢啲情懷比較着重嘅，可以買套嚟享受下。因為佢而家買嘅面積店咧好細積嘅，最細嘅積咧都係117方同埋189方兩個積，帶埋裝修嘅品質都係高端嘅品質嚟嘅，所以你唔使擔心呢度嘅品質問題。前面咧就係白朗峰啦，都係睇奇江河嘅。呢度嘅所有嘅特色買嘅全部係情懷。如果你有情懷嘅，對呢個河景比較執着嘅，中意靚嘅，買嚟舒服下，享受下，一定冇問題。特別呢種戶型買一套少一套，哪怕講嘅唔好聽嘅，你嚟呢度度假，去租一個酒店，租個咁樣嘅房嚟住一晚，起碼5000起步啦。嗰啲景觀真係相當之靚仔嘅。呢邊就要做一個國際嘅購物廣場啊！而家開始招商啦。到時候呢個國際嘅購物廣場係非常之大型嘅啦。呢邊咧就係中山嘅知己酒吧，呢個酒吧咧就係清吧嚟嘅嚇，非常多年輕人嚟呢度玩嘅。成個活動範圍啊，你根本唔需要擔心食嘢、飲嘢、醫療同埋交通，全部係一應俱全嘅，一啲問題都冇。佢呢個咧樓下咧個公共嘅停車位，同埋咧空中嘅花園，佢呢度嘅特色就係1樓、2樓、3樓、4樓、5樓，全部係停車場嚟㗎嚇。佢嘅停車場咧全部係中空嘅，佢冇地下車庫㗎，全部中空嘅。佢嘅地下車庫咧就係攞嚟做以後嘅商業體嚟啦，所以停車嘅位置喺度。所以咧你要樓咧係6樓開始先係樓嚟嘅，可以住人嘅。其他嗰啲係公共嘅配套啦，1樓係商鋪嚟㗎啦嚇。呢個大堂係我見過而家喺度賣嘅住宅嘅最高端嘅，又非常之高檔，可以親自嚟感受下。你睇呢個大堂，全部眼望到嘅，全部都係大理石嘅食材，非常之高端啊！利高廣場啊！呢個大堂夠唔夠大？夠唔夠正？呢個 lift 咧就係3個 lift， 5戶人，非常之足夠噶啦。你睇下邊度嘅樓有咁大嘅大堂好啊，跟住個感覺，跟住個鏡頭上去感受下樣板房嘅魅力。到啦，總裁親自嚟感受下你間屋。入戶大門，呢個開間夠唔夠大？117方，咁樣嘅實用面積夠唔夠離譜？係低到離譜啊！再嚟睇下呢啲感覺，一河兩岸嘅魅力，你會唔會為咗呢個情懷而買單？東區、石岐、開發區、西區，全部冚唪唥都睇到晒。再嚟睇下呢個廚房，117方廚房，呢個絕對夠用。呢個生活陽台咧係唯一呢間屋有嘅陽台啦。重複下，呢套房客廳係冇陽台嘅，每一個房間都可以睇到一河兩岸，
呢個係套房，就係主人房，呢種就係情懷啦。賣嘅係一種感覺，你真係對呢條河，對一河兩岸，對呢個景觀非常之執着，呢套房可以考慮。呢個位置又係望綽江河嘅，相當之舒服啊！攝影師，洗手間俾個鏡頭。除咗實用面積細啲，公單面積大啲，其他一啲問題都冇。你冇睇錯，117平方，兩房兩個衛生間。再嚟睇下189方嘅戶型，入戶。哇！呢個開間，呢個尺度感絕對夠嘅。189方，3房2廳2個衛生間，你冇聽錯。景觀感受下，親自感受下呢個綽江嘅魅力。夜晚啊，更加舒服，更加靚。買呢啲屋啊，紅酒都要準備多啲啊！睇下廚房，感受下189方嘅廚房，呢個係呢套房唯一一個陽台。先嚟睇下次臥，每一個房間都係近距離望綽江河嘅，全部俾鏡頭，俾河景俾佢睇，入嚟。一鏡到底，呢邊呢啲樓，成個中山都唔使揾，特登呢度有。你會唔會為情懷買單呢，兄弟？重複3次啦。套房，真正嘅套房，住喺呢度，其實同酒店有咩區別啊？就係住酒店啊，同住酒店冇咩區別嘅，就係酒店啦。15000。你願意嚟呢度租個酒店住，仲係自己買層喺度住呢？我相信你已經做出選擇㗎啦。衣帽間同埋洗手間俾個鏡頭，你冇睇錯啊！189方，3房2廳2個衛生間。得房率低到離譜，唯一值得你考慮嘅就係情懷，就係景觀。屏幕前嘅精神股東，你對呢種景觀真係有興趣，又想買套嚟舒服下、享受下、暢談下人生嘅，揾房哥唔囉嗦，絕對幫你搞掂。